外面无风无雨的，哇！我们的浴室居然下起雨来了，真的是哇！天底下最难自然景观，全部你看下雨下成这样，真的要上个厕所真的是超不方便的。我还要穿这一件雨衣，绿色的雨衣，太夸张了。看这样子，看要怎么办，看要怎么住的，超夸张的。你看外面无风无雨，居然浴室可以这样子。我连上个厕所我都要穿绿色的雨衣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有没有人认识那个师傅的可以来帮我们家的那个外面无风无雨，居然我们浴室下起大雨，超夸张的。